黄仁勋昨暝伫台大的演讲，会当讲是科技业的成功大道，包括着广达、鸿海、华硕的董事长等等，产业界的大脑全部到场。黄仁勋演讲的时阵，感谢台湾真济届。 讲台湾和辉达会当来实现着 AI 的愿景，伊嘛透过简报的画面，一个一个来感谢着台厂供应链的伙伴。今仔日台北股市开盘了后，真济互黄仁勋点名的台厂股票拢大起。一起，我们推动了产业的复兴。 演讲中有理性甲感性提出录相片，会安怎甲大家做伙行入 AI 辉煌时代 ？AI 教父黄仁勋转来到台湾演讲，充满感恩。你们是 AI 产业革新的后盾。 演讲中，这台湾厂商的名单出现几下摆，连进前无受邀请助产的人保嘛伫名单内。黄氏旋风嘛影响股市，早起被点名到的上市柜的名友，包括创泰、立台两间股票拢起停。另外，联华、立端、英共等13间公司逼近起停。台积电之外呢，像是鸿海啦，像是其他的一些的这种供应链的股票呢，那今天的走势都相对的强势啊。那所以呢，也带动了我们这个加权指数呢，已经上涨了300多点啊，是属于一些使用呢这些 AI 智慧、人工智慧的一些这种工厂啊，那反而是可以值得注意的。 黄仁勋食果子拜树头，这大咖当然嘛收听经济部长郭智辉头一个。另外，连续几下感觉黄仁勋做伙食暗顿的广达董事长林伯礼、副董的以及去年电脑店互动真好的混搭的总经理杨基玲嘛拢有出现。什么内容呢？他应该不会紧张吧？因为产品也都顺利的在卖，然后 GP 出刊也就是马上就要看到了。 李超美的创办人嘛有到现场，伟创更加是董事长、总经理拢有出声。一定要来。真的？怎么说？没有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是业界最重要的事情。 鸿海董事长刘永伟、华硕董事长施宗栋、技嘉董事长叶培成、富邦集团的董事长蔡明忠等等的大咖拢有到场，更显示黄仁勋伫产业界的分量。那演讲的时，企业界真济，刷来电脑店正式开展，九位国际科技业的执行长上阵，参展的厂商数更是创下新纪录。台湾科技界大代志真闹热，嘛，互外界更加期待是刷落来发展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